學者同埋直選議員唔認同官委議員較早之前批評審計署公佈審計報告冇法律依據嘅講法，認為官委議員嘅批評會對特區政府唯一一個監察政府帳目嘅部門卻步，令到外界質疑佢哋批評嘅動機只係保皇，漠視社會大眾嘅知情權。高連文報導。兩位嚟自法律界嘅官委議員黃顯輝同唐曉晴喺新一屆立法會首日開會嘅時候，批評審計署冇依法公佈審計報告。但係根據已經有30幾年歷史嘅國際最高審計機關，審計署要遵守行政程序法典規定，公開審計報告，及時糾正相關機構嘅錯誤。有直選議員認為兩名官委嘅高度指控只係無知嘅講法，保皇心切而作出過敏行動。利馬宣言32年咁耐，仍然有好多無知者啦，係連審計報告應該公開嘅原則都同埋佢根據都未搞清楚啦。就其實政府本身嗰個管治班子又好，或者係建制派嘅朋友都好啦，其實都應該加緊學習，與時俱進，然後先至能夠係管治好一個現代化嘅社會。我會覺得出奇咯，因為兩位都係官委議員，咁樣去批評一個政府部門呢係比較罕見嘅。但係我相信佢哋都係受到某種嘅原因去作出呢一種嘅態度。但係我唔覺得審計署過分咗係呢一件事。有學者認為審計工作係有必要公開㗎，擔心事件會影響議會作為監督政府嘅形象。因為你作為一個嘅法律嘅喺呢邊或喺議會邊嘅，你係要咁樣監察過去嘅時候咧，會令到我哋覺得我哋嘅議會係唔中意咧呢個審計咧係去審計其他嘅部門。嗱，呢個誤會咧其實係我覺得唔應該存在。咁所以其實呢兩方面咧，如果配合得更加好咧，係會更加理想，而唔應該咧喺度有一個嘅指責出現嘅。佢話政府亦都應該出嚟解釋，平息風波，避免有人將事件越描越黑，打擊審計部門監察政府帳目嘅士氣。澳門電視台記者